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9公视台语台 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新北市今仔日新增加11个本土病例，是疫情警戒降做2级以来头一届确诊超过10个人。其中1个人是邦桥远东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另外10个人是三甲家庭小微群聚案。另外，台北市今仔日新增加的2个本土病例内底，一个是进前就对美国来台湾的，已经做过2档 BNT 的民众，今嘛阁要返去美国，所以伊自费做采检确诊。伊伫咧台湾的期间，是捌去过基隆、新北、桃园、宜兰，还有花莲等等的县市。新北市29增加11个本土个案，是全台警戒降做2级以来第一摆双位数。2个新增加9个是国家假日阴转阳，其中三甲有10个，邦桥1个，三甲群聚属于家庭群聚12人共大10人确诊。医疗控制2例因为要去病院检查做胃镜，采检阳性，CT 值31。伊的太太2个后生2个查某囝甲太太小妹外婿2个囡仔拢确诊，只有1个外甥甲太太小妹朋友2个人采检阴性，这家庭群聚CT值拢比30较大。除了扩大采检以外，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向中央发挥对CT值比30较大无传染力确诊者，要赶紧制定一套机制。CT 值大于30的，大部分都已经是旧案，没有传播力。这些状况，我们必须要采取另外一套建立新的机制，不然的话，万一没有具有传染力，或是过旧的个案，会不会对经济生活、教育会有一定影响？新北市增加2例本土个案，除了三甲家庭群聚案以外，另外一个是邦桥大馆百货专柜小姐，大馆百货自备停业清销，1313人体检阴性，因为相关人数也在确定当中。29个暂停营业1天。台北市29增加2例本土个案，其中1例7月23为美国入境，已经做2剂 BNT 疫苗，8月初5采检拢是阴性，自备回去美国进行采检阳性，CT 值36。伊的行踪有去基隆、新北、桃园、宜兰甲花莲5县市，甲另外一个新增加个案同款，感染源无清楚，要搁调查。它的 CT 值高达36，所以也可见它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针对行踪，台北市卫生局要疫调，暗过有店家已经公告接到确诊者的行踪。中山区的点心店、加拉面店拢经暂停营业消毒。新北市也公布确诊者的行踪，去过白沙湾海水浴场、邦桥大圆柏、居酒屋甲土城素食店，也提醒去过这所在民众爱注意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连续2天零确诊了后，今仔日确诊的人数煞一困头增加13个本土病例，还有10个带病入境，其中4个是已经有注过疫苗的。公费疫苗登记平台拜六新增加 BNT 的选项了后，登记要注 BNT 的人已经超过283万人。另外，即刻捐予咱国3万剂的莫德纳疫苗，目前已经伫暗头送来咱台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批疫苗会纳入去注疫苗的计划，做伙来安排。捷克政府捐予台湾3万剂莫德纳疫苗，台北时间8月27透早为本来个机场客运29尾暗顺利送到桃园国际机场。指挥中心表示，会依照流程风险检验，3万剂莫德纳疫苗会纳入现有注射计划。虽然感染科医师认为，若是面对印度变种病毒，只注一剂用要是无什么保护力。暗过指挥中心定调，国内所来期的注射计划也是先提悬第1期的注射率。打1剂效果很低，那但是跟没有打的人又更低了，所以目标还是把第1剂先广泛。那应该专家意见是说，如果在只有打的第1剂的涵盖率，那并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社区的保护，然后到第2剂有施打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那对于社区的保护会比较好。国内第礼拜一也停止连续2天本土家庭计划，增加13个本土个案，其中有4个感染源无清楚，有11个伫新北，2个伫台北市，增加10个境外移入，其中4个拢注过疫苗，其中1个人注过胶性疫苗，其他分别伫中国甲印度拢注过当地疫苗。有4位是符合这个突破性感染的条件，其中是序号1这一位那个中国境外入的。他是接种比较特别的疫苗，他在4月、5月跟8月初有在中国接种过当地的智飞疫苗。那另外序号2是
4月份有接种了2剂的科兴疫苗，序号7是5月跟6月有在国外接种了2剂的这个也是印度制的这个 COVAXIN 的这个疫苗。外电报道，一项研究显示，在中东巴林做的新冠疫苗当中 ，AZ 疫苗在预防大耳甲死亡效果比 BNT 疫苗较好。指挥中心回应，要看这个研究分析的时间甲当时流行病毒株，不过过去综合各国数据。AZ 甲 BNT 疫苗效力差不多侪 ，AZ 莫德纳甲 BNT 疫苗预防重症死亡有真好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阻挡变种病毒退烧，指挥中心要求机组人员为这个月28开始，等来台湾袂当伫咧厝内居家检疫，都要去防疫旅馆或者是公司的宿舍。另外嘛无排除住过2栋的人会阁延长因检疫的时间。因若技术工会是表示，机组人员目前的检疫措施是拢真严格，中央应该要先甲遐已经住过2栋阁感染的个案先做疫调了后，再来讨论检疫的问题。指挥中心拜六公布，一个中型航空台湾籍技师已经做完2剂疫苗有关确诊，由地方政府进行调查。即阵列出26人采检，其中19个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其他也伫检验中。这是咱国头一个技术员突破性感染。依照现有技术员检疫的规定，若完整注射2剂疫苗超过2礼拜，而且抗体检测阳性，等来台湾敢若需要7天的加强自主健康管理。不过，即阵出现这个突破性感染的个案，指挥中心已经在专家会议讨论，要加严来做这个检疫的做法。我想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如何去落实它的那个居家检疫跟自主健康管理，是不是有一个监督机制，或者一个比较严格的处罚机制啊？因为有的时候在那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时候没有严格去监督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跑出去外面。感染科医师分析，一个确诊的技师注射2剂 AZ 疫苗，有国外研究显示，做完2剂 AZ 发生突破性感染的几率大约是20到30%。不过，若是为着印度变种的病毒，4天就传染力，技术员检疫要确实并且落实法则，才法度防堵。不过，技术工会讲，这个技术的疫情调查拢还未完成，即阵讲加严来检疫也伤早了。一回来就要做筛检出来的，那表示这样子的一个筛检的一个这个程序跟做法。事实上，我们是应该给正面的看待的。如果要讨论这个单独的 case， 可能现在太早。有专家认为讲，每一个人做完疫苗了后所产生的抗体无同款，会用对技术员的抗体检验结果来检视保护力，再来修正检疫的做法。另外，指挥中心表示，未来做过2剂疫苗的技术员检疫的做法会向加严来修正。最近会检视所有国内外管理的流程，看是不是有漏沟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9月初1拜3就要开学啊！台北市环保局针对公私立高中职、国中、国校啊，还有公立幼稚园的4颗粒啊，甲公共设施规个拢做消毒。目前指挥中心按算讲 ，BNT 疫苗若送到位，会予12岁至18岁学生优先来做。若其他年岁少年人，指挥官陈时中是讲，针对少年人注疫苗的代志，会谨慎来处理，希望有好的办法，通互因量早注着疫苗。礼拜日透早，校园大清扫，为大门口开始到邮局设施，搁到便所公共空间的环境消毒。因为礼拜3、9月初1就是实体开学日，学生拢爱登去学校上课。学校都准备好了，就是什么用餐隔板啊都准备好了，所以还好，自己做好防疫就好了。就是口罩那些啊。口罩、酒精那些都要带的。要开学教育部关键教职员做疫苗速度已经启动第3阶段疫苗专案配送计划，有29600支。未赴伫个9月初1进前做的人，教育部补助经费予学校，要快台试剂。指挥中心规划，若 BNT 疫苗到会会提供12到18岁学生先做，不过18岁到29岁少年人，也包含要开学的大学生加研究生，要安怎的？好，那但是呢，我相信对于年轻人要打疫苗这件事情，那我们这边是非常的谨慎以对。指挥官陈时中指出，对少年人做疫苗的设置，希望有更较好的办法，让因较早做到疫苗。强调对学生以外做疫苗计划也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28正式公布，伫个喀布尔机场，因为受到攻击爆炸，不幸损失13阿兵哥的资料，内底有2个人是女性，5个人敢若20岁尔。伫美国的民众是以杠半旗、绑黄色的丝仔带来哀悼因的牺牲。
另外，海军陆战队内底一个中校的营长，伊是伫咧人面册铺文公开质疑特军的行动。喀布尔机场恐怖自杀炸弹攻击损失的13名美军的士兵，11人隶属海军陆战队，1人是海军的医步兵，1人出身陆军。内底2个人是女性，年龄上大是31岁，其他的12个人拢只有20通岁。5个人的年龄甲阿富汗战争相反大20岁。加州、俄亥俄州、马州、犹他州这殉职士兵出身的所在，离别有民众自动用降半旗、甲黄丝带方式来表达因的哀思。Best kid in the world. You couldn't ask for any better. Loved his family. His sisters absolutely adore him. 波士顿的马州电网应用纪念碑，迄间有90人哀悼这殉职的士兵。2007年后生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马里卡拉汗女士，真想起来指责这特军行动真失败。若是较早的军官看袂落去，批评阿富汗特力行动是乱糟糟，向伊的将领士兵也不满的情绪。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史都华特·谢勒中校，就伫面册上传一段叫做《伫美国领导人的影片》，讲到最近海军陆战队内部的切心甲失志，也个真生气。People are upset because their senior leaders let them down, and none of them are raising their hands and accepting accountability or saying we messed this up. 影片一个公布，2天就55000次的分享，53000人按赞。另外，海军陆战队发言人是伫咧礼拜宣布提调谢勒中校营长的职务。对此，谢勒中校伫咧面册发文来回应，讲今日若换做是伊做中官，也会做相款的处置。伫退役进前，除了社交平台的内容，伊袂阁再发表任何声明。谢勒中校也讲，美国有真侪问题，不过这是我的国家。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所来，咱来关心咱台湾在地消息。高雄查到第2件肉品内底验出非洲猪这病毒的案件。伫公山有一个越南籍的移工，进前甲新北市一个姓郑的负责人买60包的牛肉干甲鸡肉丝，这个鸡肉丝内底是有掺猪肉的，而且佫验出非洲猪这病毒。目前检警当伫咧扩大追查肉品的来源甲流向。纸箱内底满满几10包的牛肉干甲鸡肉丝，拢是高雄公山一间工厂的越南移工向新北市一个顶姓妇人买的。因为新北市进前掠到走私非洲猪瘟肉品的妇人就姓郑，警方接到通报，唔敢大意，今仔就伫咧掺有猪肉的鸡肉丝内底验出非洲猪瘟。向境外的越南卖家所订购，寄送来台湾，可能是到台湾之后，再透过这个新北市的郑姓妇人所寄送。鸡肉丝的部分呈非洲猪瘟阳性反应，那这边也要特别呼吁一般民众，切勿自国外非法输入一些肉制品，或者是由网络购买一些来路不明的肉制品。这是高雄第2件肉制品验出非洲猪瘟，检警当伫追查肉品的来源甲流向。高雄自2月3号查到第1件有非洲猪瘟的肉制品了后，各单位加强稽查。2月7号伫南马溪炼油厂宿舍菜市仔嘛查到有摊商伫卖来源不明的越南酸肉。检视确实发现来源及标示不明的粤式酸肉3包，予以查扣送验。摊商唔拿卖来源不明的酸肉，佮有过期的烟尘等肉制品。由卫生局查扣，以违反食安法开发，并协同警方追查肉品的来源。警方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的肉品，会使通报相关单位，共同防治非洲猪瘟。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为着阻挡非洲猪这病毒伫台湾传开，农委会宣布讲，对9月1日开始，袂当用喷饲猪。作为大家中2九甲中部饲猪户的代表会谈。伊讲，虽然已经有拍拼伫咧宣导讲唔通用喷饲猪，不过2月也是查到有4间畜牧场违规用喷饲猪，而且这个喷拢是无行过。大家中讲，为着要保护咱台湾的饲猪产业，这个政策目前会持续到9月30日。非洲猪这灾情可能将要爆出来，农委会公告对9月7日开始，畜牧场暂停使用喷来饲猪，政策即摆来实施。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甲中部饲猪的代表来座谈，陈吉中也坦白讲，虽然一再呼吁莫用喷来饲猪，不过也是查到有业者违规。阮昨查到是4场嘛，6400场的养猪场，只要有任何一场得到，所有6400多场也完全受影响。
但局长强调，非洲地质可能经由喷的高风险的途径来传播，所以初一开始喷暂时停止进入贴膜场，也毋过喷处理是真大挑战。即阵过来一天喷的数量上少有1200多栋，就惊这政策实施了后衍生喷的问题。台中市农业局表示，即阵有4个安排场会使来处理这个喷，会真紧安排进场的作业。不小心进来，这个养猪产业都会产生重大的一个影响。不过，餐厅的业者是真烦恼。以这间餐厅来讲，敢若是备料就会产生真侪假纸皮，逐个月拢要开几1000块，请业者来处理。一旦禁用这个喷的政策来实施，烦恼喷无人通收，会衍生更加多问题。虽然是有钱，可能也没有人要收啦。你再给他多的钱，都没有人要收啊。会变成这种状况啊，因为他收了，他也麻烦啊。突然之间又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等于是说要花很多的时间再去想我们的配套方式。业者认为政策实施无过渡期，喷真多麻烦的物件踢来踢去，即阵食的物件尽量互人客包包的砸断去，也呼吁政府尽紧做好这个相关的配套。记者综合报道。今麦休热就特别结束啊！真侪观光景点伫咧拜六礼拜人是规个吵。尤其是伫咧屏东，对即礼拜开始有条件开放水域的活动，嘛有垦丁这2天是1入来5万的游客，所落来随就要开学啊，阁要变做观光的小月啊。业者希望讲伫咧中秋的连假，甲发5倍悬的时阵，会当互游客阁倒来垦丁行踏甲佚佗。这中段时间，人客拄踏入餐厅，就听到已经客满啦。疫情较热，民众挡袂牢，出来偷开一个。屏东的垦丁，这礼拜有将近5万名的游客，和超商的停车场4个拢是汽机车。还蛮多的啊，还蛮多人的哈。可能是开学的前1个礼拜，大家可能就会先出来玩了。有多一些啦，多补啊，也没有跟之前的暑假比差很多。趁着好天气，民众带厝内底人来到垦丁的海边耍水。台湾7月底就降2级的警戒，也个屏东的海域却是这礼拜才开放会使畅水受水。这么简单，垦丁的夜市啊，阁出现真侪游客情形，却已经是休热最后1礼拜啦。也有业者烦恼讲了后生意唔知伫倒位。昨天晚上大家也都会告诉我说，会不会这个礼拜过完就没有什么生意？我说，我们还是第一要先把防疫做好。那慢慢来嘛，期待这个中秋有事情的连假，然后呢，再来就是期待我们的5倍券发挥经济效益。对着线来秋冬的小月，屏东县政府进行宣布延续55专案，互大饭店民宿补贴扩大到一般的民众。观光业者嘛爱忍耐，做好这个防疫，希望下一个连续假期加5倍券的实施，能够再创下观光的高峰。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县的水上乡，当地起一间太空馆。工程的预算是1亿4000多万，不过时间3年都还未正式验收咧。刷去后，议员发现讲，8月初的大水雨造成内底漏水甲积水是真严重。县府今仔日甲相关的单位去现场视察，希望会当赶紧改善，年底才会当试营运。他会做一个起来像门槛一样，然后这边再弯过来。说明刷落若是够落大雨，会当改善室内饮水的方法。这个时间3年，预算1亿4200万的太空馆。8月初的时阵，因为嘉义落大雨，室内出现漏水、淹水的状况。北约2馆现在在初验阶段嘛，那也发现这个强降雨最主要是屋顶屋顶它这个水的瞬间的排放不足，所以造成会往室内来流。这个太空馆是太阳馆的2期工程，建筑的外观嘛参考福尔摩沙1号卫星，为着要解决漏水的问题，嘉义县政府是坐会勘了后，要求厂商赶紧改善。那有些是当初设计的结构性问题，那有些是整个透过这一次的豪大雨那确实有抓到几个渗漏点。经过这一次的那个水有改善的问题的话，大概我们目前都抓出来，那会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保护。县长表示，大雨无应该当作室内漏水甲淹水的理由，即马有找到问题，希望赶紧改善，或者个国内太空教育的新场所会当伫12月来试营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真有名的德国囡仔故格林童话，内底有300多篇的故事，伫19世纪出版了后，伫全世界是翻译做100多种的语言。即马嘛有台语的版本哦。成大台文系副教授陈丽君甲伊学生，伫今年6月份推出一本叫做《你无听过的格林童话》有声册。阿妹啊啦，我早今两个甲酒来，紧开门。
大家珍惜的外国囡仔歌结人动画，即马嘛有台文版本哦，像红帽啊，佮有阿梅啊，你敢约会出来是倒一个故事？阿梅啊，把你的头鬃放入来遮。这个查某囡仔想来互关里遐，是因为因妈妈吼去偷食着即个隔壁人这腰脖颈的即个梅仔菜，所以阮较会甲伊翻做即个阿梅啊，吼伊即个名称就会使结合讲梅仔菜阿梅啊。作者陈丽君甲伊的团队尽量甲关节关美的德国民间文学翻译过来，连内底的字词安怎结合台语的语感，拢真讲究。像故事图摊内底，就有一句道具用台语念起来，就真趣味。伊讲树啊摇叮当，金衫银的斗相共，甲阮装好水当当，都变啊破啦！这拄念煞，鸟仔就位树仔顶。等落来一领用金链银珠贴甲水当当的衫。其实咱是要甲一寡咱台语原本无的，吼，甲翻译过来，吼，正做咱惯习吼来普遍利用的。所以讲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台语文，伊是有文字的书写的语言，其实会使真准确来表达各种的思想文学。这本你无听过《吉林动画》，德语、台语拢有，呈现出原文内底故事的黑暗面，甲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甲咱细汉读过的版本可能有出入。毋过翻译者希望透过这来表达教育性。规本册总共收录5篇，请小学生来念，嘛希望加做这个年纪囡仔的一个读本，互青少年嘛会当透过台文增加世界观。记者陈雅文、赵水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对今仔日开始到拜三，拢是高温而且阁烧热的天气。部分地区可能会降到37度，都要注意防止晒到伤甲掉沙。因若拜四水气就会较高，过道雷公雨嘛会较明显。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可能会上大雨。接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